铁锅炒肉为什么有时候粘锅，有时候就不粘锅呢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平时啊很好用的铁锅，一旦煮完面条或者是酸碱性的汤菜以后，就特别容易粘锅了。其实啊，就是锅的油膜被破坏了。那怎么解决这个粘锅的问题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学会了养锅就可以了。下面我教大家如何养锅，大家可以点亮红心，收藏起来，方便您以后煎东西啊，怕粘锅的时候还能找得到我这条视频。也记得分享给家人朋友们，让他们呢都学习起来。首先开火做锅，先把洗干净的锅烤干，确定烤干后，再倒入食用油，旋转油锅，让油啊均匀的划过锅底的内壁，把铁锅烧热烧透，把油温升高到冒烟。注意啊，一定把油烧到冒烟后再关火，放置30秒，养锅就完成了。倒掉养锅的热油，再倒入凉油，养好的锅油光锃亮，在煎鱼炒肉都不会粘锅了。而且不光是锅底不粘，就连四周啊也不会粘锅。用这样的锅炒肉，你说它香不香呢？那另外啊，我再分享一个好方法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咱们炒菜煲汤的这些锅底啊，时间久了，你只要没有做清洗，就会有一层厚厚的黑垢。有些家人就会用钢丝球去刷，用小铲子去铲，切记千万不能这样做了，这样很有可能把我们的锅呀都给刷坏了，大大减少它的一个使用寿命。今天呢，你只要记住我这个方法，在家里面清洗锅底啊，其实不用那么费气，你也不用相信网上说的那些白醋加小苏打和开水去烫，就能把我们的锅底啊清洗的跟新买的一样。我呢做厨师已经20多年了，当初也是遇到一个好师傅，才能很快的就出师，做到现在星级酒店的主厨。我们后厨啊，每天下班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清洗锅底。那我们一直啊都是用这个好方法，所以啊才能把锅保持里外都是整洁锃亮。但是每次去到朋友兄弟家里面吃饭呢，总是发现很多人呢忽略掉了这个清洗锅底的这个环节。每次我都会善意的提醒他们，锅底的清洁啊真的是必不可少。锅底的那些油垢黑垢不仅看上去不美观，更重要的是在高温的反复燃烧之下，还会释放出一种叫3苯4丙烯的化学物质，这是一种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，一定不要轻视。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，你想一想，我们一日3餐炒菜做饭都要频繁的用锅，长年累月，这些物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积累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有好处吗？今天我就把这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免费的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把这个视频呢点赞收藏起来，方便简单。网上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方法呀，不要再去试了，那都是在浪费钱，到头来还清洗不干净锅底。你们只需要挤上一些这个，把它均匀的涂抹在锅底的黑垢或者是烧痕上，然后用保鲜膜把它整个锅底啊给它包住，然后就不用再碗了，给它静置个12小时左右，再来打开它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把锅拿动水龙头下面用热水冲一冲，就非常的干干净净了。这些黑垢清洗干净了，火焰就可以直接接触到锅底，沸腾更快，就能节约能源。所以以前呢，从来都没有重视清洗锅底的家人们，抓紧时间带回去试一试。用了这个方法呀，在家天天都用新锅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既便宜又好用，不仅能清洗干净锅底，像厨房里面的燃气灶、油烟机、烤箱，那些油污重的地方，通通都是可以去用的。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卖，或者是怕买错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下面呢有一个商品橱窗，那趁着现在还有活动，也为了咱们家人的健康，抓紧时间带回去用起来吧。